国际新闻来关心北韩伫日下晡向东海发射几多辆底定的弹道飞弹，而且是由金正恩亲身指导。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报道，这届的军演是使用超大型的火箭炮，射程有讲352公里，这范围是会当到南韩的三军总部，也有驻韩美军的基地。也毋过，南韩的军方即马是认为讲，这款火箭炮应该还搁在性能的测试阶段。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日下晡的演习，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相片，拢总翕到4个超大型多管火箭向东海发射，并且由金正恩亲身指导。朝中社表示，这是北韩头一届核反击模拟综合战术训练，目的是要向敌人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北韩讲，金正恩对演习的过程真满意，不过南韩军方评估，这款火箭炮也搁伫咧性能测试阶段。另外，北韩的军方报纸劳动新闻嘛报道，这届的军演使用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射程352公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讲，由北韩发射的火箭飞300公里了后落来。实际上，北韩的超大型火箭炮都是予美国加南韩以编号 KN-25号名的底停弹道飞弹，主要是用来上准南韩。根据分析，这个长度会当为平用到南韩陆海空军本部所在的中清南道嘉良台加韩美联合编队综合演习的昆山基地。专家讲，可能飞行航程，这个测试可能是针对离平壤差不多330至350公里。南韩主要的军事设施，综合路透社、韩联社、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在金正恩的指导下，北韩头一届核反击训练，目标是伫展示北韩军队多元化的核武能力，并且抗议美国甲南韩为4月12至26所进行的联合编队综合演习。南韩是讲，已经甲美国甲日本密切合作，全面戒备。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